之间水相拥，必有同天。哦，好一个幽静所在。待我先去再叙。先生请住。那里去不得。为什么？那里面住着崔相国夫人和英英小姐。崔相国将军为何不知归意，前来包杀举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我师父法本长老乃是相国替身，相国去世。夫人与小姐无聊邻居为不灵援军，路上不见，故而暂时寄居失踪。啊，原来是此。红娘开了国门，是小姐。张先生，崔府女眷来了，我们还是回避一下。员外无常。
张先生，啊，小叔，这位莫非就是莹莹小姐么？正是蔡家小姐。啊，那身边还有一位小娘子，那是侍女红娘。张先生，请到方丈把座。啊，请小叔先行一步，小生才入到。你在女婿成风面，翠蝶斜提并用鞭，家务要子教育园，好似在里头卖风钱，风吕帽接过了万万钱，实在等可惜了几层天。小姐，你看这桃花开得多么艳，我来做他娘子好不好？是的。回去吧。他竟死去了。
有的神仙归洞天，此地空余杨绿烟，恨天薄雨神方便分相儿，告示今天。今番是定把这口骨相思并而存。都真记得，白玉不离，忘记笑纳。客中4次独立，与我见交。真理的万岁，予以在宝刹交一见，以便问题进士。彼时空亡人多，陈平县长。曾经啊，曾经，就请拨了过来。长老万福。红娘，长老，夫人命我来问，几日好与老相公做好事？本月15乃是知府修宫之日，时下道场，就请夫人小姐前来念香。待我洗过杂技，你打了回去。父母生我俱老，若报生恩，好且忘记。爹娘啊！先生何时备课？小小生无害飘零，不能为父母做一些功德，使之伤心。小生已有答应文章，再见我的父母，不知长老肯发慈悲吗？孝亲之心，人间有之。不知夫人可肯方便吗？这是好事，了言为余。多谢长老，小生告辞。那小娘子想必是要出来。小娘子罢矣。先生万福。贵问小娘子，这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子。我就是和老你同问啊。小生心脏明公是俊才，乃是昔日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时7岁，并未此妻。哎呀，再问你嘞，我又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生年八字有什么用呀？
这位红娘子，小姐常出来走走嘛？出来的怎么？夫人见他临兵上，自家年轻教育方，三来三出同志辈，无常不管实重大。地理不言，自古训你读书生真干不离你忘。云雨我红娘不追究，老夫人她文字你真承当。真是个死呆子！相公，时雨不早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到殿堂，本次迎来，奔到哪里？奔到庙堂，是在哪乡？靠近西乡。庙堂问故后上，知道小姐每夜来花园烧香，怎么还不见来呀？一根儿万难尽无声，真不为该相遇同情，再找耳朵听。娘绕脚步移，我只在太湖上上灯。小弟盈盈，忙听待过门儿呀的一声，风过巨人未来异乡牺牲。我天早家姐儿仔细
笑的事，什么好笑的事？昔日老夫人差红娘到长老那里去问杂技，玉婆就要那天在国门儿女见的那个秀才，他对红娘深深咦，说小娘子不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吗？你说小生心脏明公是君才，乃是喜乐神事。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日生。小生我并不认此妻呀。这要你去问他了。我要谁问他嘞？他会提他小姐的名字呢？是你家小姐长出来走走嘛？就红娘好好的强罢了一顿。你不强罢他也罢。哼，世上就有这样的傻瓜。我要不强夺他，他说不定还要是起什么风话的。你对老夫也罢，听小姐之言，颇有结连之意。我不免凝视一手，看他是何。余生永永花意寂寂
好清新的诗啊！哎呀，小姐，这声音就是那个23岁还不认此去的傻瓜。小姐，他认得好吗？红娘，小姐有他一首可好吗？对，小姐，我们当他回去。兰桂生寂寞，不及独芳尘。了得高人在，迎面长叹声。好啊！书中的女性力体，小明儿真过往，混着英语，但愿得这将就到天明。先生，大事不好！今有胡家本将生命故事的武器人马为之人，口口声声要引领小姐中阿丈夫人，迟早不肯，他要放火烧死。小生死于安排。为何这样惊呼喧天，骂死人呐？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有胡家本将生命不死的武器人马为之人，口口声声要什么？要引领小姐中阿丈夫人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迎敌风来，一声灾啊！乃天大雾从空里，耳边金鼓连天响。魔女不得回啊！金鼓声声的带劲，真叫人上天晒地。两无门啊！我儿真生死了，母亲切不悲痛，一儿想来，只有把儿先见责任，才可保得家性命。文家相夫门第，真正将我儿先于责任，什么家事？事到如今，母亲不再离三儿，还是把儿先进那阵。一来是念得财产老母亲，二来是
月外的花灰尘，生来时终身无事命可保，死来时前人灵柩待爱人，那无来姐姐，好姐姐，为郎三世的人人，也保得蔡家有在根，隐隐杀是先是神，仙灵的丹花也成，苦中遇了是我恩，可怜在了爱的亲。我儿千金之体，为娘真身将儿献着救命。老夫人，我明才被言道，怎不把夜莺小姐送出？他们要放火烧死了。母亲啊，昔日本是退兵之计，儿岂肯真的慎重责任，使君杀救良人？也罢，三尺林边的兵啊，娘啊娘，把儿的死手就写着人。我儿不可如此，死不得，啥是从奴那层，怎肯管许？母亲，儿另有一计，儿有计，啥有人能太才兵？儿情愿与那英勇几回婚。此计较可，虽不是门当户对，也将是言语出身。长老，传话下去，而时辰等有谁抬得是兵丁，便把小女英英与他为妻。老身遵命。夫人有命，还是人等能抬得出兵来，便把一定小姐与他为妻。小生来也。夫人，这个秀才他倒有抬兵之计。足见先生仗义，方才已与长老说过，但有抬得是兵丁，愿将小女英英与他为妻。小孙你不用事，即将安存。小生有一故女，心图明强，号为白马将军，也统领10万大军，征收不怪。小生与他八八之交，我一心去永死必来。杀得白马将军何求一个神兵夫？只是他我领头愿谁难走近乎？无法，先用援兵之计，归还长老到中律之上，小于责任。谁知道夫人也道，小姐生存小物，送与将军与众不利，请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力，3日后功德圆满，完了节务，才能送与将军。时机甚了，老身就去传话。小姐，倒看他不出呀，这个时候他一点也不傻了。但愿他退了这兵，事在紧急，就请先生休书。事情早已修好，请夫人放心。多谢先生。
老身告别了，女儿随我来。好了，好了，这边果算开了一箭之地了。长老，快差一个细心大胆之人前去下死。我只下有个徒儿换作为名，最有胆力，待我引你前去见过。气恼人语，俺得要杀这叫铁棒山，那怕子的胡哨下来，早帮是铁打的张家汉，也正三夫在南山，结婚无悔斗尽英勇胆，杀这子兄。为民，哼！为民，这位先生他倒有派兵之计，有私信一封要送于部官他马将军，你愿去吗？好，先生你不予开兵计，保管你私信到不管。这武器在兵，非同小可啊！先生，小了俺言，俺等一言不多多。这非常先生也有精神，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赐，今日两被小杂了表现着，在兵一旁，这乃是夫人之鸿风。罢了，张先生请长寿，小生言过，公瑾不是聪明。女儿请前来，不必闭眼。今儿张先生乃是一家人了。母亲，上前拜服姑姑。今后你们就兄妹相称。
酒来。女儿与你姑姑把账。不愧你兄长相救，哪有闻名？你必须要敬你姑姑一盏啊！俺家人民儿薄，论须在心情中，心情中。怀上相对人难说，子女三红，金佛子一呀天哪！红娘，好好是有小姐为王。张先生，小生醉了。八谢夫人，且慢不过。夫人跟前有句话要说，有话请讲。现在沈飞夫为知了事们，便在仓促。夫人真是能开出兵的不令何人，遂把英英小姐配他为妻。是有这句话没有？有啊。当此事是在挺身而出，先生是有活命之恩，怎能先相不领中？夫人请旨，借兵借位既是小生所做，夫人应该谨守诺言，把小姐许予小生。为何会说兄妹相称？小女终身来相国临终遗言，须与老孙侄儿承恩为妻。现日有事捉他前来，他若来了，叫老孙无意回答。请问夫人，夫人既有遵守相国遗言，又为何当众许妻？这个是今老孙愿独以金帛为寿，望先生另聘高门。小生当是亲身而出，岂为吞吐你的前人？哼！你把张公小看了，即便告知张先生，请小子记着，老孙当领土报答。待我叫红娘送先生回房。
岂不是好？红娘子，你也无度，我还什么罪呢？现实之事，小孙这一封信本不周到，此是夫人当当地凭他举，请快许下了婚约。红娘子，这不是你我两人听见的，两老下书法神中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为天菩萨多听见的。不料如今夫人突然变卦，叫小生心情激动，更无闭路。红娘子，我只在你红娘子面前死尽了吧！先生，张先生，今日之事，夫人预言在先，如今他反悔了。莫要是你先生听了气恼，就是我红娘听了，也实在替先生有些不便。红娘子，你若有些不平，何以叫我呢？实对你说吧，小气他对你也未必无情。三红娘来想个法儿，叫你们两人一同进衣。请问即将安策？先生有意顾情，必然如此。我小姐也再好情应，今晚先生不妨试探一曲，看小姐有什么话说，若有好意，我明早定来告知。哎呀，小生当谢红娘子的成见。有美人心，狮子少狂，王妃翩翩行，四海君王。张贤的女婿结束衷肠，不得与非心，使我人亡，使我人亡。冷冷凄言，地转
臣子恩高高把分讲，打开了云山千万重，怎得过神儿将小心痛，把我的一腔心事往家讲送。这今天一定是红娘打来的。长生啊，长生，你也太大意了。相思很昨天，满把要金路，若是雨风尘，芳心影一朵。此情不可回，须臾何西风。莫非月华明，千莲花影中。红娘，过来呀！小姐，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才敢把这天天儿来戏弄我！我什么时有见惯这样的东西？我要去禀告老夫人，打下你的下本子来！哎呀，小姐！小姐，这笺帖儿是我拿来的，我又不识字，是他写的是些什么呢？小姐，你不要闹，红娘到夫人跟前插手去。插手哪个？插手长生。红娘，我暂且饶他这一次吧。少了长生倒不要紧。只是红娘怕夫人知道，要把我打下下本起来呢。红娘，老夫人挂你是与我听的实话，不妨事的。哎呦，小姐，你一会儿叫老夫人把红娘打下下本起来，一会儿又替红娘讲情了。红娘，你不知道。张先生有我名之恩，我是告知夫人，坏了他的名声于情不爱。我若不告知夫人，他以后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哼，要不是老夫人需要换玉蜡，他管这样讲，管这样写嘛。就是我家亏了他，他也不该死吃啊。也罢，待我三个见天，叫他以后不可如此。
姐，你写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又不知道，若不叫他死心，他以后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写什么呀？红娘，你却对他说，我与他乃是兄妹，叫他以后不要胡思乱想，啥事在外定要告知夫人。红娘，你也逃不了这个关系，去吧。我不去。快拿去。我不去嘛。哪去啊？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嘞？这女子不听使唤。红娘子，事情怎么样了？同我开这样大的玩笑，小姐有事到来，小孙理当接待。小姐死在，喜生怎么了？天大的喜事啊！喜事？哎，这信上怎样写？小姐让我今夜花园相会。真的？这还有什么假的 ？No， 这里有4句诗：待雨细乡下，等月亮上来，迎风无半开，是他开门等我。或将花影同你是若人来，那就是小孙来了。小姐，你看你走得这样快。小姐，你看时候不早了，今晚我们相聚不要少了吧？红娘，你看今夜月白风清，正是烧香的时候呢。哎，我也是说，正是烧香的时候呀。各位，我早把香盆备好了。
红娘子，小姐来了没有？来倒是来了。哎，我请问你，是他真的要你来吗？这还有什么假的？小生是才师妹的所家。你不要冲着国门而过去，怕小姐疑心是我带你来的。你还是跳墙？跳墙？听我的话，不会有错。啊，是。小姐，画面没有什么。哦，好像有人说话。没有，连个散银子也没有。小姐，你还是少想吧。红娘人山真奇怪，是真是假心难猜。莫非他已把我计划间？要是他，哎呀，母亲知道真爱陪。小姐，是小生我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跳墙过来的呢？是红娘子叫我跳墙的，都趁小姐美意，小生施压而来。红娘，红娘，小姐，为什么？小姐，做什么呀？红娘，有谁？真的吗？哎，是谁呀？是谁呀？是我啊！哦，我是花园里哪里位的谁呀？小姐，不要怕，原来是个熟人。谁说话有圣地说的呀？真是个熟人呀！喏，是张生。管他是谁，把我打了出去。打到哪里去？打到老夫人跟前去。小姐，到了老夫人跟前，岂不坏了她的名声？小姐，红娘帮你处分吧。啊。人欲强把
他今生，我与他今日还心儿相印，挂老母临门户，拉洽婚姻。也愿我女儿家家生生，不遇了神呀黄昏。从此自个化人缘天也尽，凡中相思结了今生。待我死亡去太平。小姐，你要到哪里去呀？来归寂寞三三心，是子红娘带小姐同去。只要我一步才回门，你便是婴儿不离身。小姐，红娘是谁小姐呀？你是有得好啊！老夫人举官得进，小妹相服侍得亲。小姐，你不要冤屈了红娘。小姐，红娘刚才侍候老夫人，听那太医生长孙的病重得很呢。他怎样了？他已是三命不尽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啊！红娘，我是今开了个药房，你去送接长生吧。这个小姐你又来了，你就要采笔请的呀乱用，你去年长生病沉重。小姐呀，你是一为儿闹，一为儿愁，一为儿欢，一为儿空。那长生是一半儿相思，一半儿恨，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疯。红娘，这样方式，我知道你这呀芳儿呀，不是宁风富冠开，明日发祥花影动，说什么太阳西厢相逢时一生有仇。强把那女人来捉弄，红娘，今番绝不哄你。我不相信，我要请太医去看看。红娘，你好糊涂啊！
能糊涂一时。小姐的心事，红娘还能不解吗？好姐姐，快去吧，这是见面的呀。火郎，你姐姐今日身体可好？很好。前天晚上我还看见他到花园里去烧香，烧到半夜还没有回来。是真的吗？是我亲眼看见的。火郎啊，你去唤红娘来。啊。红娘参见老夫人。多，小姐人还不跪下。母亲，你做什么？不用你多嘴，快去取家法过来。
老夫人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下呀？跪下！跪下就跪下。下去。红娘，你知罪吗？红娘不知罪。宦官强贼！我来问你，你与小姐每夜到花园里去做什么？啊，娘娘为了这件事呀。还不是讲？不然做什么呀？到花园嘛，说想呀。为何深夜不归？是在前呢，我们很早就回来了。混浪姐了，你不是，我打死你这小先生！夫人，不要算了归属，听红娘说。讲。红娘与小姐也送是停了在讲究什么？他是姑姑第一句，要去相思吗？我等我的言语，要你们去问我些什么？问候嘛，就是问候了，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你们去问候，那张生他是些什么？他是夫人做成。叫小生不到上西边以后呢？以后啊？怎么样？以后的事嘛，以后再讲好了。小先生万不亏讲。他是红娘，你先在，小姐叫小姐全牵落。小先生，他一个女儿家，我一三更叫他来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叫他来做什么。又怎么样？哎呀，事情到这里嘛就完了，哪来这许多的以后呢？小先生万不可讲。不讲。月儿在浪绿沙头，早已三呀望欢口。
一见何必空追究？夫人啊，你得放手是前放手，得把手是前放手。天哪！我堂堂相夫，竟出了这样的丑事！待我把那禽兽拉到官府中去。夫人，你去告谁？去告张生。此事怨不得张生，也要怨那个不识羞耻的先生，也怨不得小姐。哼，都是你这个小先生！哎呀，这与我红娘有什么相关呢？是此大冤哪个？怨你老夫人。我夫人，此事是高大官吏，夫人身上系有三股不是。怎么？我倒有三股不是？你与我讲。不该翻云覆雨三万倍，许了婚事欲反悔，想那日兵为普举时，哪个结了这逃贼？你本是相国夫人，受高名气不闻言而无心，不应该。哪儿不该把张生女子私怨泪，再叫这冤女狂妇来蒙骗，莫道他分的今年把花儿采，许忘了云纱苍儿你自己开，啥日官府来动门？你自家不念言语才，这三不该。啥分那凡事之人，哪一个天是宰相府的女群才？千年的大事，连根儿到再无进马门儿把鸟见。哎呀，夫人，那张生虽不是皇堂之子贵，恰也与宋鸟风采之间才，倒不是神山太守娘祖该呀批下了这丑事，居心情。你去叫小姐来。是。这丫头一句话，刺痛了我的心头，倒叫老身发了愁。菩萨将应许了张君才，把一人正派高门楼，
菩萨将他去救吧，相夫名声一旦丢。而今日福虽难再修，倒不是深邃且退走，今年远并非心中愿。生死那测归有路求。见过母亲，儿娘。我的儿，你被人欺了。唉，这都是我的孽障，我冤着谁了？红娘，你去还那禽兽来。还哪个呀？长生。是。传见夫人，好过保有修在，竟为做出这种非礼之事。唉，事已是此，就把英英许你为妻。传见岳母，但有一件。我家三思不早把一女婿，明日你便上京应试，得管回来再与我女儿成亲，杀不得管，就来见我母女。红娘吩咐准备车辆，安排酒菜，明日在十里长亭。即张先生见迎。请吕布。时而不早，你们分别几句，不要误了他的行程。红娘吩咐掏车，为娘在车上等你。
跟老母从功名苦相比，荷花一句三千里，你此去爱马随风是珍重，我在里听落有心应当谨记，虽怪那与怪无怪早为在因念我妹在藏里长相依。临别一袖情意，缘起再把千金起，今月之夜当情记，不为为民为妻，待归回来荣耀你呀，不得归回来本娇妻。三岁，路上保重。姐姐，母亲叫你等出去。小姐保重，小生